近年来，因为囡仔生了少，真侪家长拢无希望家己的囡仔比人较矮，因此寻求中医，希望会用个长骨。尤其入冬以后，真侪民众开始来进补。不过，基美病院中医部的医师庄兆宇表示，如果补过头，有可能会造成儿童的性早熟，因此医生一定会评估儿童的第二性征的发育。甲骨头年龄是毋是有超前？我觉得现代的小朋友的体质跟较早以前的体质是不太一样。现在小朋友蛮多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啊，甚至很多有一些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。那其实像这一类小朋友是不适合吃传统的转骨方。那一般来说，最谨慎的方式，我们还是会建议来门诊。我们会先就小朋友的年纪，还有他第二性征的发育，甚至我们会帮他安排一个骨龄 X 光的检查。那假设他的发育状况是在正常范围，那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骨龄有一点点落后，这一类的小朋友才可以考虑评估吃转骨方。假设他是属于骨龄超前，第二性征也都完全超前的，这类小朋友反而是有性早熟的疑虑，反而是不建议吃传统的转骨方。有长骨的处方相对嘛有压制的发育，医师表示，传统的长骨拢会保肝甲腰子，虽然一开始可能有真好的效果，但如果是骨头年龄加速所换来的，因为骨头年龄超前，造成后来停止生长嘛唔好。因此，医师建议，针对儿童的生长发育，还是要以饮食、困眠加运动为主，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，加跳绳、篮球等纵向的运动，唔定会用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，而且嘛会帮助心肝的发展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